相思恨转天。慢把瑶琴弄，乐事又逢春，芳心应已动。此情不可违，须臾何须凤？莫负月华明，妾怜花影重。红娘，啊，红娘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叫我？这东西哪来的？我是相国小姐，谁让你拿书信来戏弄我？我几时见过这种东西？我当是什么呢？是信啊，小姐，这上面写了些什么东西，惹你这样生气？是你送来的？是啊。我就知道是你送的，我去告诉母亲，看他不打断你的腿。这真是奇怪了，是你叫我去看他，又是叫我告诉他什么？老夫人叫他别走，我把话传到了，他要我把这东西送来，我就送来了。我又不识字，谁知他胡言乱语，写了些什么东西？既然小姐生气，你把书信交给我，我去老夫人面前请罪去。给我呀！给我呀！夫人知道了，还能轻饶他？红娘，我是跟你闹着玩的，今天看你面子，就饶他这一次。我可没那么大的面子，差点吓死我了。这都怪张生不好，他怎么能写出这种东西呢？红娘，他如今怎么样了？他呀，他病了。红娘，我写封信，你给我送去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要是被老夫人知道了，还不打断我的腿？不妨事，我写信是骂他的。骂他？我们以兄妹之礼相待，岂能做出非礼之事？倘若再敢胡闹，定叫母亲兴师问罪。我不去。我不去，你这是送他的命。完了，完了！啊？什么完了？小姐看了我的信，一定会高兴。定是红娘姐不愿为我出力。我还不出力呀！真是老鼠钻到风箱里，两头受气。我还不出力，老天在上，谁知你那封信里胡扯些了什么？小姐一看，怒气冲天，差点闹到老夫人那里去，还要打断我的腿。啊！小姐说了，你们以兄妹相称，岂能再有非礼之想？
若再敢胡闹，定叫老夫人兴师问罪。你们的事儿不好管，我走了。红娘姐，红娘姐，你就不能再帮我想个办法吗？哎，能帮的我都帮了，我也不是放着玩的风筝，被你扯到东，被他扯到西。现在小姐变了脸，你叫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啊？哎，红娘姐，小姐的心就不能再变过来吗？哎呀，红娘姐，我的命都在你的手里，你要救救我。哎，不是我不帮你的忙。小姐的信写得清清楚楚，你自己看吧。她还骂你呢，只是别太伤心了。哎呀，竟有这等好事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小姐有书信来，应当焚香拜接。哎，张先生，这信是骂你的，看了信，你气出个三长两短来，可莫怪我这下书人哦。姐姐，你受骗了。小姐没有骂我，是约我与她相会。这里边写了些什么？啊？哦，待月西厢下，迎风户半开。隔墙花影动，疑是玉人来。怎见得是约你相会？哦，待月西厢下，就是叫我晚上去。晚上去迎风户半开，就是他把门打开。把门打开。隔墙花影动，就是叫我跳墙而过。跳墙。疑是玉人来，就是我来了。知道了吗？你可别弄错了。啊，我是个猜诗谜的行家，哪里会弄错呢？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那心口不一的小姐，真不简单呐。啊，宋姐姐。太阳还挂在天上，现在刚是正午，要和小姐见面，须等着太阳落下，月亮升起。这一落一升，要等到哪年呢？哎，小姐，今天晚上去烧香吗？
这香还有什么好烧的？今晚的月亮好。明月天天有，好事人间无。死丫头。小姐，你在这烧香，我去关门。啊，小姐，啊，谁？是你？小姐呢？在里边儿。哎，真是小姐叫你来的。我早说过，我是猜石迷行家，让我进去吧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就照他说的跳吧。这……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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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叫你跳，你就跳吧。小姐，门都关好了，谁也进不来，你放心烧香吧。红娘啊，你到哪儿去？我看夫人睡了没有，去就来。谁？我。啊，小姐，是我。英英小姐，小姐是我。是我呀。红娘，红娘，小姐何事？那是谁？还有谁？是你哥哥。他深夜到此，非偷即盗，带他见母亲。哎呀，小姐别生气，让我问问他。跪下！啊！跪下！跪下！你是个读书人，是个知书识礼的，为什么深更半夜到这里来？
让你来的。讲啊，快讲啊！是，你对我家虽有恩义，也不能这样无礼。今天就算饶你一次，下次不可再来。红娘啊，送他出去。小姐，不送他到老夫人那儿去了。今天看你的面子，就饶他一次。又是我的面子。哼！呆子，快走吧。走啊！快起来！走吧，走吧。快走吧。走啊！没羞没羞，还说是蔡世弥的行家。哼，快走吧。哎，怎么啦？夫人送我半条命，小姐又送我命半条。哦。哎，张先生，哎，又病了，走吧。先生这病，乃郁气阻塞、心情不畅所致。是的，心情不畅，郁气阻塞。看来先生功名心切，读书辛苦。是的，功名心切，读书辛苦。不要紧，只要老僧开张药方，保管药到病除。师傅，这回你看错了，他不是功名心切，读书辛苦。怎么？我来给他号号脉。先生这病乃郁气阻塞、心情不畅所致。是的，看来先生是婚姻心切，相思病苦啊。不要胡说。哪里是胡说？不信你可问先生自己。先生是吧？去。提起婚姻之事，老僧也很不快。没想到崔夫人会如此失信。天下有钱有势的，哪个是说话算数的？长老，我对小姐一片痴情，为夫人所不容。难道当真多情不如无情好？要教男儿铁石心。非也，人非草木，焉能无情？然而情有几等，情至刚处则为侠，情至悬处则为仙，情至空处则为佛。唯有英雄气，方有儿女情，才是真正风流人物也。有生以来，头一回听到出家人讲情，
情之空处则为佛。敢问长老，此话作何解？把功名利禄、金银富贵想得淡一点、空一点。两颗心就像月亮一样，万里无尘埃。愿为钟情者献出臭皮囊。若只恋皮肉之情，朝秦暮楚，与鸡犬何异？听长老谈禅，如波云雾，使我深思义理，茅塞顿开。阿弥陀阿弥佛。陀佛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听说张生病得厉害，是的，那就称2两人参给他送去。是。红娘啊，来，你干什么去？红娘，哎，张先生病了，夫人叫我送点人参给他。你等等。张先生病了，我有张药方，你给我送去。我可不敢送。上次一封信，害得他半死，今天再一张药方，岂不是要了他的命啊？药方是治病的。哎，小姐，你不学医道，怎么会开药方？你胡乱开药，药死了他，连我也要担一份罪名啊！好红娘，依了姐姐吧，就这一次。上回已经是1次了，那就第2次。好吧，给你带去。隔墙花影动，疑是玉人来。疑是玉人来。隔墙花影动，疑是玉人来。玉人不会来了。先生，小姐的这诗也胜过孔子的《论语》、孟子的7篇了。姐姐来了，我以为你不会再来了。我哪里还愿意来哟？姐姐，你也怪我。怪你，都怪你自己。平时能说会道的，那天晚上，你竟连一句都不敢说，把好端端的机会给错过了。痴心女子，负心汉。今日
颠倒过来了。你也别说人家忘恩负义。老夫人听说你病了，叫我送来2两人参。夫人的药怎么能治好我的病呢？你那个知冷知热的小姐，也有一张药方给你。小姐的药方。谢谢红娘姐，谢谢红娘姐，谢谢你带来这样好的消息。你干什么？英英小姐今天晚上要来了。你不要胡说。不会胡说的，你看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又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我是猜诗谜的行家嘛。得了得了，上回那首诗你就猜去了半条命。哦，这回不会错的，这回不会错的。你看，休将闲事苦萦怀，取次摧残天赋才。不忆当时救妾命，谁知今日作君哉？仰报厚恩难守礼，谨奉新诗可当媒。劝君莫负西厢月，今宵端的玉人来。就是说，今天晚上小姐要来了。你别高兴得太早了，这回你得看仔细呀。这回绝对不会错的，不会错的。你看，小姐呀，真有你的。